做百萬富英活動，睇動漫贏百萬，你哋準備好未啊？好，首先第一個問題，想問你可唔可以講出一個贊助商嘅名啊？想點嗌就點嗌。係啦，好，首先我哋嚟呢個初階題，嚟自《進擊的巨人》嘅初階題係主角艾倫嘅目標係乜嘢？有4個選擇嘅 ：A 係成為憲兵團團長 ，B 係保護希斯特利亞 ，C 係揭開皇室秘密 ，D 係驅逐所有巨人。答啱咗。聖鬥士子龍嘅修煉地喺邊度？都係有4個選擇嘅。第一個係 A 係喜馬拉雅山 ，B 係廬山 ，C 係阿爾卑斯山 ，D 係富士山。答啱咗。第三題係嚟自銀魂嘅，係選真組嘅職責係乜嘢？都係有4個選擇。A 係保護將軍 ，B 係經營道場 ，C 係暗殺天人 ，D 係呢個維護江戶治安。根據港版嘅金田一少年之事件簿，歌劇院殺人事件入邊嘅兇手利用咗乜嘢道具去偽裝幽靈呢？有4個選擇嘅，但佢偽裝幽靈啊。A 係鏡子嘅反射 ，B 係暗門隧道 ，C 係錄音裝置 ，D 係滑輪同鋼線。D 啱咗。第5題係艾倫首次成功控制巨人化嘅能力係喺 A 係女巨人捕獲作戰。B 係史托克斯區之戰 ，C 係托羅斯特區攻防戰 ，D 係瑪利亞之牆奪環戰。A 啱晒，佢哋真係好熟。第6題係根據港版嘅怪醫黑傑克，邊一啲角色曾經同黑傑克進行醫學對決？求其噏一個就得。八死神。啱嘅，我哋已經贏咗呢個1000蚊 yen 嘅。第7題係根據港版嘅銀魂嘅，都係阿銀同龜小太郎嘅關係係乜嘢？有冇選項？有，我哋可以用 Give me 5咁咯。咁呢度有5個選項 ：A 係兄弟 ，B 係師徒 ，C 係敵人 ，D 係攘夷戰爭嘅戰友。E 係父子。D 答啱咗。第8題，艾爾迪亞人嘅歷史被抹去嘅真相係乜嘢啊？皇室血統。應該係馬來。我哋已經好犀利，你係我哋第一個參與呢個活動嘅人，但係你已經贏到去第7題有2000蚊啦，恭喜晒你！對住鏡頭。